使民气数之用，为一切言数者之所本。盖二气虽分，未成形也，必再分为五行，而后化成万物。五行之成，在天有寒暑风燥湿之令，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后，在味有酸苦辛咸甘之变，在色有青赤白黑黄之分，皆以五为例，即五行也。由之二气曰阴阳，曰柔刚，曰仁义，曰天地，曰乾坤，曰寒热，曰日夜，曰正反，曰善恶，曰是非，皆以两相对，是故曰两仪，而不限于气。五行亦然，曰五行者，是其中流无尽，合乎道之运行也。或属于气，或属于数，或属于时，或属于物，或属于事，不限于一类，故曰五行。两仪总其纲，五行任其物，为天地万物一切之母体。凡有生有成有形有名有类者，皆不得外事以生存常育，变化推迁，以遂其造化之用。二气五行者，即造化之枢纽，万物之胚胎，为天下之足气，万有之特性也。二气以简而不能及生化之用，而及五行以成其错综变化之妙。五行以化，见以其初始之真，故人托于二气，以成其主宰之神。故二五为生生之源，天下万物，莫不以之相为相系，并育不害，并行不乱，以成其生化之序。而世界一切于是出焉，乃曰二五构精，万物化生，此何图所指？必以五行配二气，以见天德之生成，气数之相得，而各有合也。至于五行之数，大都用辰数，而土则用申数，事关月令，即之谓土主中央，五为中数，而辰数之时，人申数之备。